到了温哥华最高的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叫做 Gross Mountain 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要坐缆车的地方 ，cable cars。对，哇，走头流龙啊呢，对啊，而且，老师听说啊，the speed of cable car is fast。对。哦，要流龙的速度懂架哦。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不坐缆车的话，我们走上去要多久啊？走上去起码要2个半小时。那我们还是坐缆车好了。2个半小时，而且都是上坡。哇！对，老师，我们坐缆车吧，走吧，走吧。The speed of the cable car is fast。买票。我们先看一看行程。Thank you very much. Have a good day. Thank you. 哇，哎，刚才流龙速度懂架哦。真的 ，the speed of the cable car is fast。我们刚才从空地山下来以后，坐完缆车肚子都饿。我们温哥华有很多有名的海产我们来吃生蚝。哦，太棒了，我的最爱。跟你讲，生蚝我有点腥，我不太敢吃。那我们走吧，我们不要理他了啦。你要不要试？你要不要试？你要不要试？老师说，要不要试？要不要试？要不要试？哎，老师，我们等会一定要点这个 oyster， 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它好便宜哦，而且它就是生鲜的这个 oyster， 对不对？尤其是刚刚我们怎么样惊魂未定，因为那个 cable cars 的那个速度太快了，我觉得我现在要大量补充我的蛋白质。流龙的速度懂架，我也是吓到，可是我现在也惊魂未定，因为我是不太敢吃生蚝啊。你刚刚自己答应说要 give it a try， 我可以试看看，但是我还要点别的压鸡。好啦，我们要不要先来叫？它有对啊，还有 cheese。我觉得你们先叫你们的生蚝，我来好好思考一下。我们先吃我们的生蚝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我看认真思考。OK。哇 ，Thank you。I'm gonna grab you some sauce as well. OK。这什么东西啊？Emma 干 What is this? Can you introduce Yeah, this? so that's horseradish. OK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You're so kind. 哦，这流龙的速度懂架呢。我也觉得 the speed of the cable car is fast。我觉得搭一趟下来啊，细胞死光光了。